68歲，同老伴再婚15年，佢中風3年，我幫佢抹身、換片、餵藥，半夜聽見佢咳一聲，我都會即刻醒佢走嗰日。我喺醫院嗰張膠凳坐咗成晚，發之後第7日都未到，繼女已經叫人換鎖，佢將我幾袋舊衫、一個藥盒，同一雙深藍色拖鞋全部掟出門口，嗰隻拖鞋撞到牆邊打咗個轉，跌落1級樓梯，企喺門裏面，手揸住新鎖匙，望住我講：間屋係我爸爸留俾我嘅，你同佢只不過做咗10幾年夫妻，又唔係我親媽。你住咗咁耐已經夠本啦，執嘢走，唔好逼我叫保安。嗰一刻我冇喊冇鬧，更加冇同佢爭，我只係彎低身執返嗰隻拖鞋，鞋底仲黐住幾粒白色嘅米，嗰啲米我朝早煲粥時跌落去嘅，粥係煲俾佢食，因為佢話辦完喪事胃唔舒服。我凌晨5點就起身落咗2片薑，煲到米全部開花，點知粥仲喺廚房保溫，已經變成咗門外嗰個人。我企喺樓梯口，手震到連電話都差他啲，揸唔穩之後，我只打咗1通電話，唔夠半個鐘，一位律師帶住2份文件趕到，佢當住繼女面前翻幾次，慢慢打開文件袋，講咗一句：陳小姐，你可能搞錯咗，呢間屋由2年前開始已經有一半登記喺梁女士名下，至於陳先生剩低嗰一半，公證遺囑寫得好清楚，由梁女士繼承。換句話講，要離開呢間屋嘅人唔係梁女士，係你。繼女個面一下白晒，佢搶過文件，睇完第一頁，成個人軟咗落去。律師再問起佢擅自轉走嘅38萬存款，佢雙腳一彎，突然跪喺我面前，扯住我件外套，喊：梁姨，我一時衝動咋，你唔好收走間屋，唔好追返嗰啲錢，怕你唔好收走我嘅一切。我低頭望住佢，呢個我當親生女照顧咗15年嘅人，呢個連我最後一雙拖鞋都用唔落嘅人，我心入面冇想象中咁痛，因為靜得出奇，因為喺佢叫我滾出門口嗰一刻，我已經明白咗一件事。有啲人跪低唔一定係因為知道自己錯，可能只係因為佢以為屬於自己嘅嘢突然攞唔到。叫梁秀珍，後生嗰陣喺佛山一間製衣廠做車位，一做就做咗20幾年。我手腳唔算快，勝在肯捱。別人放工，我會留多半個鐘，將第2日要用嘅線配好。別人買新衫，我就將舊衫拆開，改窄少少，又着多2年。我唔係咩聰明女人，更加唔識講大道理。我一世人最相信嘅就係一句：一家人唔使計得咁清楚。係因為呢句話，我食咗好多虧，但以前嘅我從來唔覺得係虧。我第一任丈夫走得早，嗰年我45歲，個女阿敏先啱啱讀完書出嚟做嘢，佢叫我搬過去同佢住，我唔肯。我話年輕人啱啱成家屋企多一個老人家，點都會唔方便。其實我係驚阻住佢哋，驚女婿有說話聽，更加驚個女夾喺中間做人難。我自己住咗幾年，8日返工，夜晚返到間靜英英嘅屋，開電視聽人聲，有時煮一煲湯，一個人飲3日。後來退休，我喺社區粵曲班識咗陳志明，佢大我2歲以前，喺糧油公司做倉管，我人唔多說話，但做事幾細心。第一次一齊飲茶，我不小心整跌咗筷子，我仲未彎低身，佢已經幫我執咗，叫服務員換一對乾淨嘅。佢話：你個膝頭唔好，唔好成日屈落去，就係咁簡單一句，我記咗好耐。因為自從丈夫走咗之後，已經好多年冇人留意我邊度痛。通知明有一個女叫陳美玲，嗰陣30出頭，啱啱離婚，咁住一個2歲幾嘅仔叫樂樂。我同志明講過，你有女，我都有女，再婚唔係2個人嘅事，將來有咩都要先顧住仔女感受。志明話係女有仔女嘅人生，我哋都應該有自己嘅日子。我聽完心入面又暖又怕，怕別人講我一把年紀仲想嫁人，怕阿敏覺得我忘記咗佢爸爸，亦怕美玲唔接受我。我哋第一次一齊食飯，美玲全程冇乜笑容，佢冇叫我阿姨，淨係點點頭。樂樂坐喺兒童椅度，將一碗粥推跌落地。美玲皺住眉，話自己成日一個人湊仔，攰到連覺都冇得瞓，
見佢眼底黑晒，件衫袖口仲有一笪奶漬，心就軟咗。我蹲低幫佢抹地，又抱起樂樂，哄佢食返半碗粥。嗰晚返屋企，我同志明講個女唔容易，係幫得就幫下。咁秀志明望住我，沉默咗一陣先話：秀珍，你唔使入門就做晒所有嘢。我笑佢一家人使乜分咁清楚。後來我先明好多關係係由呢句話開始，慢慢冇咗邊界。結婚之後，我搬入志明間舊屋，間屋唔算大，3房1廳，冇電梯牆身，有啲舊廚房窗框，一落雨就滲水。但我第一次入門，鞋櫃下面已經擺好一雙深藍色軟底拖鞋，係志明買俾我嘅。佢話我膝頭痛，唔好着硬底鞋。嗰雙拖鞋我一着就着咗15年，爛過2次，我自己用針線補返。看幾次鞋面啲顏色洗得發白，但着落去好軟。每次返到屋企換上嗰雙拖鞋，我就覺得自己真係返咗屋企。最初嗰幾年，我同美玲相處唔算差。佢返工忙，樂樂放托兒所之後，行幾次成日病，一發燒就40度。有幾次凌晨2點，美玲打電話嚟喊住話樂樂抽筋，志明血壓高，夜晚視力又唔好。我即刻披件外套搭的士過去，到咗醫院，抱住樂樂排急診。個仔燒到成身滾熱，手仔死死捉住我衫。領醫生幫佢打針嗰陣，佢一邊喊一邊叫我婆婆。嗰晚我抱咗佢5個鐘，朝早6點燒退咗。我2隻手麻到連保溫壺蓋都扭唔開。美玲坐喺旁邊瞓着咗。我冇叫醒佢，只係去樓下買咗2碗粥，1碗俾樂樂，1碗放喺佢身邊。由嗰次開始，樂樂黐我佢讀幼兒園，每日4點半企喺校門口等。冬天北風大，我用條舊頸巾包住耳仔。夏天下雨，我一隻手揸遮，一隻手拎住佢對水鞋。其他家長有時問你係嫲嫲定婆婆啊？我會笑住講叫咩都得，錫佢就得啦。樂樂細個見到我會有校門口一路衝過嚟，撞到我個肚都痛。佢會將畫班畫嘅太陽塞俾我，話呢個係婆婆。最大嗰個就係李繼己嗰張畫，我一直夾喺舊相簿入面。樂樂讀小學之後，美玲工作越嚟越忙。朝早7點半，我去佢屋企叫樂樂起身刷牙、煎蛋、裝水、檢查功課。我返學，放學接返嚟，再帶返我同志明屋企食飯。我每日喺街市穿來穿去，便當菜平2蚊，我都記得清清楚楚。樂樂唔食肥肉，我就買梅頭。美玲話想減肥，煲湯之前會先辟油。志明有糖尿，我煮飯要少鹽少糖。一餐飯3個人3種食法。廚房細夏天煮一餐飯，成件衫濕到可以扭出水。我將飯菜擺好，自己通常最後先食粥。接佢哋遲返，我坐喺廚房張膠凳等。條魚蒸完又翻熱，青菜由綠色焗到黃。我自己嗰碗飯凍到結成一嚿，但只要聽見門鎖響，我都會即刻企起身講返嚟啦。看幾次洗手食飯啦。美玲最初會講聲多謝，後來就變成今日點解又係魚？樂樂聽日要默書，你記得陪佢溫。我件白衫唔好同深色衫一齊洗。再後來，係嘅連呢啲說話都唔使特登講，佢將一袋衫放喺門口，我自然會洗。將樂樂個書包擺喺飯台，我自然會檢查通告。雪櫃冇牛奶，我自然會落樓買。洗潔精、廁紙、垃圾袋、牙膏、蚊香樂樂嘅文具、同志明食嘅低糖餅乾，大部分都係我俾錢。我每個月退休金唔多，但我成日諗自己住喺志明間屋，又唔使交租，買多啲餸好應該。有次阿敏嚟探我，佢打開雪櫃，見到裏面貼住幾張繳費單，再望到我錢包入面剩返100幾蚊，就問我：媽，你每個月啲錢去晒邊？我話咁係食咗咯。佢望住一台面落落嘅補習收據，同美玲叫我代交嘅水電費，個面即刻沉咗。佢話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食咗人哋2餐飯就欠咗成間屋，話嫌佢講得難聽。我話呢，一家人邊有欠唔欠？阿敏冇再同我爭。臨走嗰陣，佢塞咗2000蚊落我藥盒下面。我第2日發現，即刻打電話鬧佢。佢淨係講搵俾別人使，就留返少少俾自己使。我聽完唔舒服，覺得個女唔明白。我而家回頭睇，我先知唔明白嘅人係我美玲。離婚之後做過一陣美容產品生意，就話連佢話周轉唔到。
員工工資又出唔到，問志明借20萬。志明當時剛做完心臟檢查，手上啲錢要留嚟睇病。佢猶豫咗幾日。我見美玲喺電話度喊話，如果間鋪執笠，以後連樂樂個學費都交唔起，我就攞咗自己18萬定期出來。嗰啲錢係我第一任丈夫走咗之後一蚊一蚊儲落嚟嘅。原本諗住將來自己入養老院唔使麻煩。啱將存摺交俾美玲嗰陣，佢捉住我隻手，喊住話：梁姨，我一定會還俾你。我話得啦，做生意最緊要撐過呢關。錢遲啲先講。志明堅持叫佢寫張借據，我攔住我話一家人寫借據俾人睇到多難聽。最後美玲淨係喺微信發咗句18萬收到，多謝梁姨。我有錢就還，頭2年佢間中會提，後來生意好返少少，我嗰次換咗車，買咗名牌袋，帶樂樂去學馬術。嗰18萬就好似從來冇發生過，我唔係冇諗過問。但每次話到嘴邊，我又吞返落去。我怕一問就好似我唔錫個女，怕志明夾喺中間，我更加怕美玲講你又唔係我親媽，做乜吹得咁緊？有啲說話你未聽見之前已經會驚，所以我寧願唔問志明間屋供完之後。廚房同廁所都好殘，地磚爆咗幾塊，廁所一落雨就有陣霉味。志明話求其住啦，年紀大唔想搞裝修。美玲就話間屋遲早都係佢嘅，裝修好啲，將來都保值。話係搞咗20幾萬，志明出10萬，我出咗8萬。美玲話佢負責剩低嗰啲，但裝修做到一半，佢又話現金緊。最後水電櫥櫃、浴室扶手同我間房個衣櫃，其實全部都係我補錢。我特登叫師傅喺浴室裝2條扶手。我話志明血壓唔穩，沖涼時有得扶住安全啲。美玲笑，我太緊張。佢話老人家就係中意諗埋啲唔吉利嘅嘢。唔知幾年之後，志明真係中風，嗰2條扶手救過佢唔止一次。裝修完嗰日，美玲請親家同幾個親戚嚟食飯。我由朝早8點開始忙剁肉餅、浸冬菇、炆豬手、蒸魚煲老火湯。廚房油煙大，我對眼分到流眼水。12個人開2圍，我怕唔夠餸，借幾一路煮一路5咁夾。食到一半，美玲話新屋要影張全家福，我企喺客廳嗰幅新牆前，志明坐中間，美玲同樂樂企喺兩邊，親家又叫埋佢哋女婿一家。過去我洗乾淨手，除低圍裙，啱啱行出廚房，美玲望咗我一眼，笑住講：梁姨，你幫我哋揸機啦，我想影張陳家3代。我腳步停咗一停，志明即刻話秀珍都係一家人一齊影啦。美玲仍然笑住。但影完呢張先啦，呢張相留返我哋陳家人。成屋人靜咗2秒，有人低頭夾餸，有人扮聽唔到。我怕大家尷尬，自己笑住攞起手機。我話好啊，你哋企埋啲相入面，我都笑得好開心。我幫佢哋影咗10幾張，最後冇一個人話要同我補返1張。嗰晚收拾完，我喺垃圾桶旁邊見到一隻用過嘅紙碟，上面有半件切剩嘅蛋糕。我企喺廚房，我有半件蛋糕食咗忌廉，已經有啲溶，甜得滯。食到最後，我個心反而有陣苦味。志明問我係咪唔開心，我話冇，我仲替美玲解釋。我話佢只係想留張父女孫3代係相，其他意思。志明望住我，嘆咗口氣：你成日都幫人揾理由，但邊個幫你諗過？我嫌佢多心。其實嗰晚我成晚都冇瞓。我望住床邊嗰雙深藍色拖鞋，第一次問自己，我究竟算唔算呢個屋企嘅人？第2朝樂樂叫我整早餐，我即刻起身。就咁嗰個問題又俾我壓返落心底。人咁樣最容易呃到嘅唔係別人，係自己。你只要仲有嘢做，就可以扮睇唔見自己唔開心。樂樂升中學之後開始冇以前咁黐我，佢有手機，有同學，有自己間房。我叫佢食水果，佢嫌我煩，叫佢唔好咁夜瞓。會關門。有次佢帶同學返屋企，我特登炸咗一碟雞翼。佢同學問我係邊個，樂樂隨口講：我公公個老婆幫我哋煮飯嘅。我力轉嘅碟雞翼企喺門口，講完之後可能都覺得有啲唔妥，望咗我一眼。我扮聽唔到，將雞翼放低，叫佢哋慢慢食。轉身返廚房嗰陣，我聽見有個同學細細聲問：唔係你婆婆咩？
樂樂話係親嗰族種，唔係親嗰種5個字。輕輕一句，但我聽見之後，胸口好似俾針拮咗一下。佢細個發燒，我抱住佢成晚。佢第一次上台表演係我幫佢縫好條褲，唔見咗水壺，係我坐2程車返學校揾佢近視加深，我用自己生日錢幫佢換眼鏡。原來呢啲年我做過嘅所有嘢加埋都只值一句，唔係親嗰種，但我冇怪樂樂。朋友點樣睇一個人，好多時都係睇大人點講。如果一個老人喺屋企入面只負責煮飯、洗衫、接送、俾錢，卻從來冇人認真介紹佢係家人，咁細路自然都會覺得個人只係嚟幫手。嗰幾年我身體開始叉膝頭，行樓梯時一陣陣痛，右手手指成日麻，夜晚瞓覺心丑，偶爾會翳住。有一日我喺街市突然頭暈，看菜個阿姐扶我坐低，俾咗支暖水我飲。佢叫我去檢查下。我返到屋企同美玲講，第2日想去醫院照心電圖，問佢得唔得閒陪我。佢望住手機話朝早要見客戶。咩我問樂樂下晝放學可唔可以陪我去攞報告。佢話補習致命，嗰陣腳唔好，自己行路都困難。美玲聽見我嘆氣就講，梁姨你自己打車去啦，因為睇醫生，醫生好方便，手機掛號就得。我哋個個都有自己嘢做，你唔好一有少少唔舒服就搞到全家咁緊張。佢語氣唔算惡，甚至可以話好平常實，係因為太平常先至最傷。我想講我唔識手機掛號，我想講我唔係要你幫我睇病，我只係驚一個人聽報告，萬一真係有事，身邊冇個人。我望住佢已經拎起車匙準備出門，最後淨係講咗句好，我自己去。第2朝我6點起身，用保溫壺裝咗啲暖水袋，入面放住藥盒、身份證紙巾同2塊梳打餅。先就係巴士去醫院轉車嗰陣落大雨，我冇帶遮，半邊褲腳濕晒。照完心電圖，醫生話有心律不齊，要再做檢查。我坐喺醫院走廊，望住身邊啲老人，有人個仔幫佢排隊，有人個女拎住報告問醫生，有人個老伴將麵包撕成細細塊遞到佢嘴邊。我低頭望住自己對濕鞋，突然覺得好攰，唔係行得攰，係心入面有樣嘢撐咗好多年，開始冇勁。我返到屋企已經下晝2點幾，餐台上放住3個冇洗嘅碗。美玲喺家庭群發咗句，今晚7點返到記得煲湯。冇人問我報告點，冇人問我有冇食飯，就問我媽你攰唔攰？我企喺廚房打開雪櫃，裏面有半隻雞，我照樣拎出嚟解凍。嗰晚我煲咗雞湯，但自己冇飲。志明後來知道發咗好大脾氣，係鬧美玲唔應該咁對我。美玲都覺得委屈得，佢話爸，我公司真係忙，樂樂要升學，我又要供車，我唔係唔理梁姨，我只係覺得佢自己仲行得走得。一次醫院啫，使唔使講到我拔校咁嚴重？我聽完反過嚟勸志明，我話美玲壓力大，我話自己真係行得走得，我話只係小問題。其實醫生叫我3個月後複查，張複查單我夾喺藥盒底。3個月後我冇去，唔係冇錢，係我突然唔想再開口叫任何人陪志明中風。嗰年屋企嘅日子徹底變咗，佢左邊身冇力，食飯會漏，看似夜晚要着成人紙尿褲，有時半夜翻唔到身會喺床上叫我瞓得輕，佢一喐我就醒。冬天凌晨3點，我開暖爐打盆熱水幫佢抹腎，咁佢覺得冇尊嚴，成日發脾氣。次我幫佢換片，佢一手推開我，成盆水跌喺地。我冇嬲，我知佢唔係嬲我，佢係嬲自己，嬲自己。以前一個咁要強嘅男人，而家連去廁所都要人扶我抹乾地。人生換水，再同佢講，你以前照顧我個膝頭，而家到我照顧你，有來有往，唔使醜。美玲請咗1個鐘，點姨姨每星期嚟3次，每次2粒鐘。咁就沖涼餵藥復健，夜晚起身始終都係我志明吞嚥唔好。我將肉剁到好碎，青菜切成蓉粥，要煲到唔見米粒。醫生叫佢每日練手呢，我就將豆放喺碗入面，陪佢一粒一粒夾。佢夾跌1次，我執1次，100粒豆可以夾1個鐘。我右手本身會麻，
陪佢練完，自己隻手連筷子都揸唔穩。美玲放工過嚟，有時會坐一陣，但電話響咗，客戶揾樂樂補習要接佢好快，又走。臨走前佢會問我爸今晚食咗藥未？醫生話血壓幾多？下次復診幾時？好少問梁姨你頂唔頂得順？一次我發細燒，38.7度，成身骨痛，志明又啱啱屙濕咗床單。我打電話俾美玲問佢可唔可以返嚟幫一晚，佢喺個電話呢靜咗幾秒，跟住話今晚唔得，同客戶食飯，你食粒退燒藥先啦，床單放洗衣機咪得咯。我話我驚自己冇力扶你爸爸落床，佢有啲唔耐煩。梁姨，你平時唔係做慣咩？頂多一晚啫，聽日姨姨會嚟。平時做慣4個字，我聽完望住床上喐唔到嘅志明，又望住自己探熱針上面嗰條紅線，我冇再出聲。嗰晚我食咗2粒退燒藥，用張膠凳坐喺床邊，每隔2個鐘摸一次。志明額頭天光嗰陣，藥力過咗，我凍到牙關打震。志明醒咗，見到我個面炸立殺晒，佢右手喐得唔靈活，慢拉住我隻手，佢講得唔清楚，但我聽得明。佢話對唔住，就呢3個字令我忍咗成晚嘅眼淚終於跌落嚟，唔係因為我覺得辛苦，因為終於有人睇見我真係好辛苦。志明病咗之後，開始偷偷整理啲文件，佢叫我拎房產證俾佢，又問我當年裝修出過幾多錢，我嫌佢麻煩我，話都咁多年，咁計嚟做乜？佢望住我，好認真咁講，以前唔計係因為我喺度，我唔喺度之後你唔計，人哋就會同你計。我聽完唔開心，我叫佢唔好講埋啲唔吉利說話，冇同我爭，只係叫我喺幾張紙上簽名。我識字唔多，見到上面好多條款頭都暈。我問佢係咩，佢話係夫妻財產確認同房屋份額變更。我即刻縮手，係你以前買嘅，點可以寫我名？美玲知會唔開心，志明個面沉落嚟。你出錢裝修，你照顧我，你喺呢間屋住咗15年，我哋先解唔可以拗你名。我仲係堅係唔肯，我話我同你結婚唔係為間屋。佢望咗我好耐，最後講就係因為我知你唔係為間屋，我先更加要俾你留間屋。後來佢叫律師嚟咗2次，第一次係做房屋份額登記，佢將一半正式轉到我名下；第2次係立遺囑。嗰日美玲啱啱帶樂樂去外地比賽，我幾次志明叫律師喺客廳錄咗一段視頻，佢講得慢，每講幾句就要停低唞氣。佢話間屋剩低嗰一半由我繼承，佢名下30萬定期留俾美玲一部舊車俾樂樂將來上學用。外佢寫明美玲以前向我借嘅18萬屬於我個人財產啊，唔可以當成父女之間贈與。我聽到呢度眼淚即刻流，我話你咁寫個女會恨我。志明話恨嘅，如果係一份清楚，咁證明以前嘅和氣都係靠你引返嚟。我唔識反駁佢，再叫律師加咗一條，如果我願意可以繼續俾美玲同樂樂使用其中一間房，決定權喺我，唔係義務。佢又叫律師準備咗一封信，信封面寫住秀珍被為難時先開。我見到之後嬲到幾日冇同佢講嘢，我話佢將個女諗得太壞。講幾次志明冇解釋，只係叫我記住律師姓周，電話已經存喺我手機，個名叫周生文件。我一直冇諗過自己有一日真係會打呢個電話。志明病到第3年，身體越嚟越差。最後一次入醫院之前，仲記得問我對拖鞋爛咗未？我話補過呢，仲着得。佢笑咗一下，托你乜都話仲用得，人都一樣，受咗委屈都話忍得。叫佢唔好講嘢，留返啖氣。佢捉住我隻手指甲，輕輕刮住我手背。秀珍，我走咗之後，唔好再怕麻煩人。你都係個人，唔係邊個屋企入面。晚之後可以盡係幾多雙手。嗰晚之後，佢再冇清醒過。3日後，醫生叫我哋入房見最後一面。
美玲伏喺床邊，喊到透唔到氣。樂樂企喺門口，成個人呆晒。我反而冇喊，幫志明整理好鼻角，摸咗摸佢耳邊嗰啲白頭髮，再將佢隻右手放返入鼻裏面。嗰隻手15年前喺餐廳幫我執過一對筷子，15年後已經冇溫度辦喪事。嗰幾日幾乎冇瞓，美玲負責通知親戚，我負責執志明啲衫、證件、藥物同醫卡單、殯儀館、問遺照用邊，將美玲揀咗張陳家3代嘅全家福。因為當年我幫佢哋影相，入面冇我嗰張，我望住咗張相，喉嚨好似俾嘢塞住，但最後都冇反對。我諗佢一世人最錫個女同個孫，用呢張相都好出殯石。嗰日，多人同我講節哀順變，有人叫我陳太，有人叫我梁姨，有人問我以後住邊，我話仲未諗。其實嗰陣我從來冇諗過自己要搬。我住咗15年，廚房邊隻碗放喺邊，我閉住眼都摸得到。志明啲藥盒仲喺床頭，陽台有我種咗7年嘅瀝杜鵑，門口鞋櫃下面有我嗰雙深藍色拖鞋。我一直以為就算志明唔喺度，都仲係我屋企出殯。第二日，美玲開始問文件，爸張銀行卡喺邊，房產證放邊，定期幾時到期，保險受益人寫邊個？佢問得快，我腦入面仲係志明喺病床嗰個樣，根本反應唔切。我叫佢過多幾日先處理，佢就話：梁姨，我都唔想咁急，但有啲嘢唔搞清楚，遲啲仲麻煩。佢講得冇錯，因為嗰陣我唔知道佢口中所謂嘅麻煩，原來就係我第3日，佢帶咗2個紙箱返嚟，話要整理爸爸遺物。佢將志明啲衫一件件塞入袋，我想留低一件灰色外套。件外套係我哋第一次去桂林時買嘅。美玲皺眉話：死人衫留咁多做乜？我手縮咗返嚟，佢又將客廳啲相收走，收正嗰張冇我嘅全家福。我問：同你爸爸喺公園嗰張呢？佢話相架，佢話集水架舊掉咗。其實我之後喺垃圾桶最底揾返玻璃，裂咗一條紋。志明個面剛好俾條裂紋分開，兩邊我用報紙包住，收喺自己房。喺第4日，我發現志明將銀行卡唔見咗。我問美玲，佢話銀行通知局要凍結之前，先幫爸爸處理啲欠款。我問有幾多錢，佢唔答，只係話呢啲本來都係我爸嘅錢。限幾次，你唔好擔心，我會處理。我唔識網銀，亦唔知道銀行卡裏面有幾多。但我記得志明最後一次清醒時，明明叫我唔好俾任何人喐佢手機同銀行卡。開始覺得唔對路，但我仲係唔想將個女諗得太差。我同自己講，美玲只係啱啱冇咗爸爸心亂。我叫自己俾多啲時間。佢第6日朝早，我煲咗白粥。美玲話胃痛，太知食唔落嘢，我落咗2片薑，又切咗少少瘦肉粥。煲到一半門鐘響入嚟嘅唔止美玲，仲有一個鎖匠同物業管理員。我問換鎖做乜？美玲避開我對眼，舊鎖用咗好多年，爸爸走咗之後換過安全啲。我話換就換啦，記得俾條匙我。佢冇應鎖匠拆完鎖，美玲將一袋我嘅嘢放到門口，2件外套、幾條褲藥盒、相保存摺，仲有嗰雙深藍色拖鞋，全部用黑色垃圾袋裝住我，望住袋嘢，成個人愣咗。你做咩？美玲終於望住我，佢個面好攰，眼底有血絲，問幾次，但語氣好硬。梁姨，我都唔想講得咁難聽，我爸爸而家走咗，咁話呢間屋始終係陳家嘅，你個女又唔係冇地方，咁話你搬去阿敏度住，對大家都好。話頭7都未過，佢咬住嘴唇，就係趁親戚仲未嚟咁密，早點搞清楚。我問你爸爸啲嘢呢？我想住多幾日，收拾好先走。佢即時皺眉，乜要收拾佛咩？我爸嘅嘢我會處理，你拎返自己嗰份就得，自己嗰份。我低頭望住係3個垃圾袋，15年，原來我係呢個屋企所謂自己嗰份，係幾件舊衫、1個藥盒、1本相簿同一雙穿爛咗嘅拖鞋。我問佢：你爸爸有冇同你講過嗰間屋？佢語氣開始唔耐煩，間屋一直都係我爸名，唔通仲會俾你咩？問幾次梁姨，你照顧過我爸，我承認，但你住喺度咁多年，食住都冇俾租，我哋都冇同你計，你唔好到而家先講自己付出幾多。我心口震咗一下，冇講要爭，
我只係問清楚。佢將新鎖匙放入口袋，冇咩好問啦。你同我爸做咗10幾年夫妻啫，又唔係我親媽。你住咗咁耐已經夠本啦。間屋係我嘅，你即刻走，唔好逼我叫保安。佢講完，順手將最後一個垃圾袋推出門口，袋口鬆開咗。我嗰雙深藍色拖鞋跌出嚟，一隻留喺門邊，另一隻撞到牆跌落1級樓梯。我企喺廚房門口，手上仲拎住一隻裝竹嘅白瓷碗竹，仲冒緊煙，但我個心已經涼晒。我望住廚房嗰個水龍頭係我揀嘅，係幾次志明成日坐嗰張木凳，凳腳有一邊係我用紙皮墊平，雪櫃門上面仲貼住佢每日量血壓嘅表。尋晚我先寫低最後一次，上壓138，下壓86，人已經唔喺度，張紙仲喺度。我望住門口嗰個藥盒，裏面有我未食完嘅心臟藥，又望住垃圾袋旁邊嗰本舊相簿，樂樂細個畫俾我嗰個大太陽露咗半角出嚟。嗰一刻，腦入面閃過好多畫面：凌晨2點嘅急診室，4點半嘅校門口，廚房入面涼咗嘅飯，醫院走廊對濕鞋，發住燒換床單嘅夜晚冇我份嘅全家福，同埋志明臨走前講嗰句：你都係個核。臨啦，我最初覺得委屈，跟住開始懷疑係咪真係自己太計較。我食住喺呢度，我同志明係夫妻，我幫佢個女，幫佢個孫，咁係應該嘅咩？但再下一秒，我突然醒咗，夫妻之間互相照顧係情，老人幫手湊孫係情，出錢救急係情，日日煮飯洗衫都係情，情分可以俾，唔代表別人有權將你連人帶尊嚴，一齊用完就掉。我放低隻碗，慢慢彎身執返嗰隻拖鞋，膝頭好痛，但我冇叫任何人扶我攞出手機。喺通訊錄揾到周身文件，按落去之前，我隻手一直震，因為以前嘅我最怕將屋企事搞大，最怕別人話我貪錢，最怕志明屍骨未寒，我就同佢個女爭屋。我望住門口3個垃圾袋，忽然明白今日我唔打呢個電話，以後我連講清楚嘅機會都冇。電話響咗2聲，周律師聽，我只講咗一句：周生，美玲換咗鎖，叫我走。電話嗰邊靜咗一下，跟住問梁女士：你而家喺邊？我話喺門口。佢叫我唔好簽任何文件，唔好交出手機同證件，更加唔好離開現場太遠。話陳先生交代過，一旦有人逼你搬走，即通知我。我而家過嚟。我掛咗電話。美玲聽到個面變咗，佢問我打俾邊個？我話爸爸嗰個律師。佢即時提高聲線：我爸幾時有律師？你背住我搞過啲乜？我冇答，我只係拎起垃圾袋放返牆邊，再坐喺樓梯張矮凳度等。美玲喺門口行嚟行去，一陣打電話，一陣問物業管理員點解仲唔走。所長見氣氛唔對，收好個離句就離開物業。管理員有啲尷尬，話家庭糾紛，叫我哋慢慢傾嗰半個鐘。長樓梯間冇冷氣，我件衫背脊濕晒，但我第一次冇急住入廚房關火，冇急住問美玲食唔食粥，冇急住替佢諗理由。我只係坐喺度陪住自己。周律師到嗰陣，帶咗一個助理，手上拎住深啡色文件袋。佢見到我啲行李放喺門口先，問我有冇受傷，再叫物業管理員返嚟做見證。美玲擋住門，呢度係私人地方，我唔俾你入。個律師冇同佢爭，佢企喺門口，從袋入面拎出第一份文件。陳小姐，我今日唔一定要入屋，但有幾件事必須同你講清楚。第一，呢套房產由2年前開始，限幾次已經完成份額變更登記，梁秀珍女士持有50%產權。美玲個面僵住，冇可能。我爸從來冇講過。周律師將登記資料副本遞俾佢，你爸爸有冇講？影響登記效力。第二，陳志明先生已經訂立公證遺囑，佢名下剩餘50%房屋份額由合法配偶梁秀珍女士繼承，另外30萬元定期存款留俾你，車輛留俾陳樂，其他個人物品按遺囑附表分配。美玲睇住文件，呼吸越嚟越急。佢翻到最後一頁，見到志明嘅簽名同錄像、存檔編號、嘴唇都白晒。
話中風之後頭腦唔清醒，呢份嘢唔算數。周律師語氣仍然好平靜。訂立遺囑時，陳先生有醫院出具嘅認知評估全程錄像。有2名無利害關係見證人在場，你有權依法提出異議，但喺法院或者有關程序作出處理之前，你冇權將梁女士趕出佢擁有產權嘅房屋，更加冇權擅自換鎖搬走佢嘅私人財物。美玲指住我聲心發抖，係咪你逼我罷簽？我終於開口，唔係，我連佢寫咗幾多俾你都係今日先聽清楚。其實志明同我講過大概，但嗰陣我唔願意記，我總覺得只要唔去諗事情就唔會發生。周律師再拎出第3份資料，仲有一件事，陳先生離世後名下賬戶有38萬元被轉出，銀行流水顯示款項轉入你控制嘅賬戶。陳先生離世後，相關款項可能屬於遺產範圍，唔可以由任何一位繼承人自行處分。你盡快說明用途並保留完整記錄。美玲一下慌咗，嗰啲錢係我爸俾我嘅。佢生前講過，周律師問有贈與記錄嗎？有書面說明嘛？轉賬發生喺陳先生離世之後，你用嘅係佢手機驗證碼。呢件事已經唔係一句呢件事，已經係一句爸爸講過啦，就可以解釋。物業管理員企喺旁邊，眼都唔敢抬。美玲攞住文件，喂一直抖。周律師再翻開一頁，另外18萬元借款，陳先生已經喺夫妻財產確認書中註明，款項來源係梁女士婚前個人積蓄。相關微信記錄、銀行轉賬憑證，你確認收款嘅信息都已經保存。呢筆錢如果協商唔到，梁女士有權循正式途徑追討。聽到呢度，美玲成個人好似突然冇晒力，佢背靠住門，慢慢滑落去，跟住雙膝跪喺地上，佢一手捉住我件外套，喊到聲音都啞。梁姨，我唔知，我真係唔知，我爸做過呢啲安排，我啱啱先冇咗爸爸。我個腦好亂，供車供樂樂讀書，嗰間鋪又欠錢，我以為間屋一定係留俾我，嗰38萬我攞咗去填數，你唔好告我，你唔好收走間屋，唔好追返18萬，話你唔好收走我嘅一切。我望住佢眼前呢個女人，頭髮亂晒，嗰件黑色校服袖口仲扣住志明喪禮用過嘅白花，我唔係完全冇心軟。知佢啱啱冇咗爸爸，我知佢生意有壓力，我亦知佢一個人養大落落唔容易，但壓力可以解釋一個人點解慌，解釋唔到點解要將一個照顧咗佢爸爸15年嘅老人垃圾咁推出門口。我慢慢將自己件外套由佢手裏面抽返出嚟，我冇鬧佢，只係問美玲，你今日跪低係因為覺得趕我走係錯？係因為發現間屋唔係你嘅。佢喊住答唔出。我再問，如果間屋真係全部寫你名，你會唔會俾我食埋頭7嗰餐飯先叫我走？佢低住頭，我問幾次仍然答唔出。嗰一刻我心裏面最後嗰點僥倖終於冇晒。我對周律師講，文件你幫我保管好，我今日唔入，但所以換返鎖匙要俾我啲錢，係程序處理，我唔會即刻告邊個，但亦唔會當冇發生過。講完之後，我先你3個垃圾袋。周律師個助理想幫我話唔使，我自己拎一個。佢美玲跪喺門口叫我，梁姨，你去邊？我停低腳步，冇轉身，去一個唔使證明自己係家人嘅地方。我行落樓，每一級樓梯頭都痛。行到2樓嗰陣，聽見樓上有人喊。以前只要美玲喊，我個心就會軟。嗰日我冇回頭，唔係因為我狠，係因為我終於知道，有時你一回頭，別人就會當你永遠唔會走。晚接到我電話時，冇問我點解拖到今日先出聲，佢淨係話媽，你企喺度唔好喐，我嚟接你。40分鐘後，佢同女婿阿傑趕到，阿敏落車第一件事係問間屋點分。佢係嗰下望住我個面，摸我額頭，你有冇食嘢？我搖頭。佢見到3個垃圾袋，眼圈即時紅咗，但佢忍住冇鬧咧，只係拎起最重嗰袋，接過我個藥盒，
問我今日啲藥食咗未，我話未。佢即刻去便利店買水同麵包。上車嗰陣，阿敏喺副駕駛座下面拎出一雙新拖鞋，米黃色，鞋底好軟。佢話本來前幾日買咗，諗住下次去探你時俾你。你成日着嗰雙藍色拖鞋補到變形。我望住對新拖鞋，眼淚突然跌晒落嚟。志明走咗嗰日，我冇喊，俾人趕出門口嗰陣係冇喊。律師宣布間屋係我嘅，我都冇喊。但見到阿敏一早買好一雙拖鞋俾我，我喊到收唔到聲。原來一個人撐得太耐，最怕嘅唔係再受一次傷，係突然有人對你好先。咁睇下你先會發現自己以前究竟忍咗幾多。阿敏屋企唔大兩房，本來一間做書房，佢臨時將書台搬出去鋪好床單，床邊放咗盞暖黃燈，枕頭旁邊有充電線，浴室地下鋪咗防滑墊。阿傑第二日就去五金鋪買扶手，裝喺花灑旁邊。我話住幾日就走，使乜搞咁多？阿敏一邊幫我衫，一邊講：你喺別人屋企住15年，冇人問你想要啲乜。而家喺我度住幾日，裝條扶手有幾大件事。夜晚阿傑煲咗番茄薯仔湯，味道唔算特別好，薯仔仲有少少硬，但佢盛湯俾我時先問：媽，你食唔食得鹹？我窒咗一下，因為好多年冇人煮飯，之前問過我鍾意食乜。大家只知道我會煮，從來冇人記得我都要食。食完飯，阿敏幫我用熱水浸腳，話自己嚟。佢話你照顧過咁多人，俾我照顧你一晚唔會蝕底。我望住盆水入面自己對腳趾變形，腳筋乾裂，膝頭有一塊舊淤青。早排扶志明落床時撞到，我忽然覺得呢對腳好陌生。佢哋行過街市，企過校門口，跑過急診室，每日上落6層樓，但我從來冇認真這樣望過佢哋已經老成點。嗰晚瞓喺阿敏間書房床褥，有陣曬過太陽嘅味。門外冇人叫我半夜起身換片，廚房冇碗等我洗手機。家庭群亦冇人問我聽朝煮咩早餐。我明明好攰，卻成晚瞓唔着，望住床邊新買嗰雙米黃色拖鞋，腦入面不斷響起美玲嗰句：你住咗咁耐，已經夠本啦。住一間屋可以用照顧老人、湊孫、煮飯、洗衫、出錢嚟抵租。一段婚姻呢，一個女人15年嘅時間呢，佢半夜醒過幾多次，吞過幾多句說話，錯過幾多次檢查又值幾多。我以前從來唔會咁諗，因為一諗到值唔值，就覺得親情變得好難睇。但嗰一晚我終於明白，唔係講錢令親情難睇，係有人一邊享受你嘅付出，一邊抹走你嘅位置，先至真正難睇。第二日阿敏請咗假，陪我去醫院複查。醫生睇完我之前張報告，問我點解拖咗咁耐。我話屋企。咁王醫生抬頭望咗我一眼：你自己都係屋企一份子，照顧別人之前要先顧住自己。檢查結果唔算太壞，心律不齊，要長期食藥，血壓偏高，膝頭軟骨磨損，唔可以再長期上落樓梯同伴寵物。醫生問我平時有冇人提醒食藥。阿敏即刻拎出手機，設咗3個鬧鐘：朝早8點、下晝2點、夜晚9點。以前我手機鬧鐘全部都係提醒露樂放學、志明食藥、美玲開會前送湯。嗰日第一次有3個鬧鐘，係為我自己響。醫院返去之後，阿敏攞出一個文件夾，叫我將所有嘢慢慢講清楚。最初我唔肯，我話間屋有遺囑，就算18萬唔好追啦，美玲都唔容易。阿敏聽完冇鬧我。咁我只係問媽：你當年留嗰18萬原本做乜？我話養老。咁而家你老咗未？我答唔出。佢再問：你唔追，係因為你真心想送俾佢。咁沉默，佢唔高興。我沉默咗好耐，最後話怕佢恨我。阿敏望住我，佢將你趕出門口嗰陣，有冇怕你恨佢？呢句話好似一把鎖匙，開咗我心入面一道關咗好多年嘅門。我開始將嘢一件件攤開存摺，存摺轉賬記錄，裝修單據醫院報告志明嘅遺囑副本，
美玲當年確認收到18萬嘅聊天記錄，幫樂樂交補習費嘅收據，幫屋企買電器嘅發票注明寫低嘅家庭財產，說明文件一張張鋪滿張台。我望住先發現，原來自己唔係冇證據，我只係一直覺得證據就代表唔信任屋企人。周律師後來同我講，有啲嘢寫清楚唔係為咗防住親人，係為咗當人性軟弱嗰陣，仲有一條界線。口頭講愛好容易，牽涉房錢、養老同照顧，白紙黑字反而可以保護關係。我問佢：我而家追返啲錢，別人會唔會話我同死人個女爭家產？周律師話：係幾次啊？你爭嘅唔係陳先生比邊個多啲，你處理嘅係自己名下嘅產權同原本屬於你嘅錢。你唔使將自己講成受害者，亦唔使將對方講成壞人，只需要將事實擺反正。嗰幾日我第一次認真打開自己本存摺裏面，剩返7萬幾。15年前我有30幾萬，呢啲連買餸、交雜費、幫美玲、幫樂樂補裝修，蚊一蚊流走。我一直覺得錢使喺屋企就唔算冇咗，但當我真係被趕出門口嗰刻，先發現手上冇錢，人連選擇住邊都要睇別人。面色人老咗，最怕唔係冇人養，係冇晒底氣。冇底氣嘅老人連病都唔敢講，連唔開心都唔敢俾人知，連想食一餐自己中意嘅飯都怕麻煩人。我唔想再咁落去。周律師建議先調解，一開始就將事情推到最僵。我同意1個星期後，我哋喺社區調解室見面。美玲帶咗一個朋友嚟，佢冇再跪，個面好憔悴開口，第一句就係：梁姨，班人講錢好傷感情。以前聽到呢句我可能會即刻退，但嗰日我望住佢慢慢講，即刻。咁啊，同埋呢一家人講清楚，未必傷感情，就係因為以前乜都唔講，先搞到今日咁傷。咁啊，美玲話爸爸留30萬俾佢，但賬戶裏邊啲錢有一部分已經俾咗醫藥費。周律師將流水放出嚟，38萬轉出之後，10萬用嚟還鋪租，8萬還信用卡，咁啊幾次12萬轉去一個投資賬戶，剩低嘅先係殯葬開支同醫院尾數。美玲見瞞唔住開始喊啊，佢話自己間鋪就嚟執，又話樂樂準備考大學，使費大。我以為間屋係爸爸嘅，我以為遲早都係我只係想早啲安排。我問你安排自己之前有冇安排過我住邊？佢低低聲講：你有阿敏。我話我個女肯接我，總看幾次係佢有情，唔代表你趕我走就變成合理。我嫁俾你爸爸唔係將自己晚年交俾我個女兜底。佢話自己真係唔知道爸爸將屋轉咗一半俾我。如果我知道，我唔會咁做。我聽完心徹底靜咗，我問佢，即係話只要你知道間屋有我份，你先會對我客氣。如果冇我份，我就應該拎住垃圾袋走。美玲又答唔出。威員叫大家冷靜，佢話事情唔一定要搞到反目，可以談一個雙方承擔得起嘅方案。最後我提出3樣嘢：第一，38萬遺產款項扣除有單據嘅醫療同喪葬費用之後，譬如要返還遺產賬戶，再按遺囑處理第28萬借款。美玲唔使一次還清，但要簽正式還款協議，每個月還3000。生意真係困難，可以申請延後，但唔可以當落冇咗。咁你第3間屋由我決定點處理。美玲同樂樂未經我同意，唔可以再換所搬物品或者帶人入住。美玲聽完話我逼佢上絕路，佢話每個月3000都攞唔出。望住佢手上新款手機同門口部車匙，我冇諷刺佢，只係講你可以同我傾困難，但唔可以一邊話冇錢還，一邊當我啲錢本來就係你嘅，我而家攞返嘅，係你爸爸俾我嘅着數，係我自己本來要留嚟養老嘅錢，我唔追唔代表我送，我唔出聲亦唔代表我冇痛過。美玲低頭喊樂樂，後來都嚟咗，係已經19歲，高過我成個頭。佢企喺門口好耐都唔敢望我。臨走前佢叫咗一聲婆婆，我腳步停咗呢聲婆婆，我等咗好多年，但嗰刻聽到冇以前想象中咁激動，我只係應咗一聲佢問我會唔會返屋企住，我話嗰度係我間屋，但未必仲係我想返去嘅屋企。
調解最後達成協議。美玲將扣除合理開支後嘅款項返還，18萬分5年還，佢爸爸遺囑留俾佢嘅30萬，按程序確認之後，照樣係佢嘅，我冇攔。有人問我點解唔扣住佢嗰30萬，因為還晒我先俾我，話志明寫俾個女嘅就係個女嘅，佢做錯咗應該承擔，但我唔想用佢嘅錯證明自己可以將所有嘢攞晒。我爭嘅唔係贏，係以後唔使再跪低求人俾我一個位。屋企換返鎖之後，我返去過一次，門一打開，裏面靜到聽見雪櫃運轉聲。嗰煲白粥仲喺廚房已經燒咗，面結咗一層灰白色嘅水。我將成煲粥倒咗，洗乾淨隻煲，再將志明啲藥一盒盒收好。佢常坐嗰張木凳，我冇吊浴室2條扶手，我摸咗好耐。佢就睇嗱呢杜鵑冇人淋，水葉跌咗一地。我拎起水壺照舊澆水，澆到一半，我突然停低。以前我成日覺得只要屋裏面嘅嘢仲喺度，人就未走遠。但其實真正留低一個人嘅唔係藥盒、木凳、舊衫，係佢曾經點樣對你，志明最後留俾我嘅。唔止間屋係一句，你都係個人。我將嗰張裂咗嘅合照從舊報紙裏面攞出嚟，重新換咗個相架，相入面志明企喺公園榕樹下面，我着住一件紫色外套，兩個人笑得唔算好睇，但我又喺張相裏面，我冇繼續住返嗰間舊屋。一來冇電梯，咁膝頭頂唔順；二來每一隻碗、每一扇門都有志明嘅影。住喺裏面，我夜晚成日聽見佢叫我，明知冇人都會起身開燈。3個月後，我決定賣咗間屋。美玲聽到馬克我提幾次，又揾我，佢話想買返，但出唔起市價。佢問我可唔可以平啲俾佢，話嗰度始終係爸爸留低嘅家。我同佢講，你爸爸留低嘅屋，我有權決定。你珍惜嘅，如果係回憶，咩揀幾件佢嘅物品留低。但一間屋唔會因為姓陳就永遠應該俾陳家人。我都喺裏面過咗15年，嗰15年唔係借住，最後間屋按正常價賣咗，到其中一部分錢喺阿敏屋企附近買咗一間細單位財力40幾平方米，一房一廳，有電梯，行5分鐘就到社區醫院。窗外冇咩靚景，只睇到幾棵樹，一個細細嘅籃球場。但我第一次睇樓就好鍾意，因為間屋細得啱啱好，每一樣嘢都由我自己決定放喺邊。我買咗一張圓形小餐台，2張椅，一盞暖黃燈，可以按星期分藥嘅藥盒。浴室裝咗扶手，廚房門口鋪咗防滑墊，鞋櫃下面我放咗2雙拖鞋，一雙米黃色，自己着另一雙灰色，俾阿敏同朋友嚟探我時換。冇再買深藍色，唔係唔記得志明，係我想俾自己一個新開始。搬屋嗰日，阿敏問我要唔要將我所有舊餐具帶過嚟，我揀咗2隻碗，一隻我用，一隻留俾客人。阿食以前屋企有10幾隻碗，日日都怕唔夠別人用，而家2隻就夠。原來生活簡單之後，人真係會輕鬆好多。買屋剩低嘅錢我分開幾份，一份做醫療儲備，一份放定期，一份買咗較穩妥嘅養老安排。日常開支仍然用自己退休金。我重新立咗遺囑。阿敏知道之後叫我唔使咁快，我話就係要身體清醒時講清楚，唔好等有一日大家估我想點。我留咗一部分俾阿敏，亦留咗一小部分俾樂樂，唔係因為佢係陳家個孫，係因為我真心照顧過佢。我唔想否定以前所有感情，加咗一項說明，任何人都唔可以用照顧我做條件，要求提前處分我嘅財產。我需要照顧時，優先用自己嘅錢請專業服務我。仔女願意陪伴係情分，唔願意看睇次，亦唔可以因此攞走我決定生活嘅權。周律師睇完話，我而家比好多年輕人都清醒。我笑住講，唔係清醒得早，係跌得夠痛。搬入新屋之後，我開始參加社區活動，1食1做8段咁。星期3聽粵曲，星期5同幾個阿姐學插花。我最初唔習慣，每次行過街市都會不自覺買3個人嘅餸。買完返到屋望住一大袋菜，先記得自己一個食。後來我學識買細份，2條菜心，一小塊瘦肉，半條魚，湯煲2碗，1碗今日飲，
一碗聽日滾返熱。以前我最怕餸唔夠，而家我最在意係自己食得舒唔舒服。有一日社區教人用手機影相，老師叫大家影一張我最鍾意嘅角落，有人影花，有人影窗台，我影咗鞋櫃下面嗰雙米黃色拖鞋。老師問點解？話因為呢雙鞋放喺我自己屋企都冇權掟出去，邊個都冇權掟出去。大家聽完笑，我都笑，笑住，眼睛有少少濕，但嗰次唔係苦，係我終於覺得下面有塊地真係屬於自己。我開始按時覆查，食藥唔再偷偷摸摸，膝頭痛就休息，唔舒服就打電話俾醫生。以前我最常講嘅一句係唔好麻煩仔女。而家我會問自己點樣安排先至唔使到最後麻煩晒所有人。唔麻煩別人唔係靠死忍，係趁自己仲有能力預早安排錢、住處、醫療同照顧方式。到病重先講，先至真係將所有壓力一下推俾仔女。過咗半年，美玲第一次正式上門，佢拎住一袋水果企喺門口，冇直接入。佢問我可唔可以入嚟？我看幾次，以前喺舊屋佢開門就入，因為佢覺得嗰度係自己屋企。嗰日佢第一次問我，我望住佢好一陣先至開身入嚟啦。佢換上鞋櫃下面嗰雙灰色拖鞋，喺小餐台旁邊，兩隻手放喺膝頭，坐得好拘謹。我倒咗杯茶俾佢，冇煲湯，冇切水果，冇問佢今晚想食乜，唔係故意冷淡，係我想同佢用兩個成年人嘅身份傾。再係一個不斷照顧，一個不斷接受。美玲望住間屋話地方幾舒服，我話細但夠住。佢沉默咗一陣，終於講：梁姨，嗰日我趕你走，真係對唔住。後嚟成日發夢，夢見爸爸企喺門口望住我，佢一句都冇講，但個樣好失望。我冇即時話原諒，我只係問你覺得自己錯喺邊？佢話唔應該咁快趕你走。我搖頭，唔止快慢，唔係等多7日、1個月或者半年再趕我走就會變得合理。佢低住頭，我繼續講你最大嘅錯，係一直覺得我做過嘅嘢都係因為我住咗你爸爸間屋，所以應該。你覺得則我照顧樂係我得閒，照顧你爸爸係我做老婆嘅本分，買餸交費係我自己都要食。開錢幫你係我自願，到最後你將所有付出逐樣解釋到一文不值。咁你趕我走時，自然覺得自己冇欠我。美玲喊咗，佢話我以前真係冇諗過，點頭，就係因為你冇諗過先至會咁傷人。一個人長期喺你身邊做晒所有嘢，最可怕嘅唔係你唔多謝，係你慢慢睇唔見佢。佢問我洗同下，我唔可以當佢係女。我飲咗一啖茶啦，我唔會抹走以前。你有困難我知道啦，能力範圍內可以聽你講。過時過節你願意嚟食餐飯，我唔會趕你。但我唔會再幫你做生意填數，唔會再日日圍住你同樂樂轉，更加唔會將屋辭俾你。佢眼神揞咗一下，我再講親情我會留邊界，我都要留。你唔係返以前，係睇下可唔可以由今日開始重新學識點樣尊重對方。美玲點頭，臨走嗰陣，佢企喺門口望住我，第一次問梁姨：你最近身體點？好普通一句，但我聽得出佢唔係順口問。我話食緊藥控制到。佢又問下次覆查幾時，要唔要我陪？我停咗一停，冇即刻答應係。到時我睇下阿敏得唔得閒，如果佢唔得，我再話你知。我冇因為佢一句關心就將所有傷害一筆勾銷，但我亦冇將門完全關死。原諒唔等於冇事發生過，亦唔代表要回到舊位置。真正嘅關係修復唔係靠一句算啦，係傷過人嗰個願意慢慢學識尊重，受過傷嗰個亦有權決定行近幾多。再過一陣，樂都嚟探我，佢買咗一盒無糖糕點，話記得我血糖唔可以太高。我笑佢，我冇糖尿係你公公有。佢尷尬到耳仔都紅，跟住細聲講：以前屋企啲藥真係分唔清邊啲係你，邊啲係公公。我話因為你從來冇問過。佢低頭，對唔住，嗰日佢主動幫我收好陽台，將小凳，又教我點樣用手機網上掛號。走前，佢喺門口着鞋，突然講：婆婆，我細個嗰張太陽畫，你仲有冇留？
我從相簿裏面拎返俾佢睇，我張紙已經發黃，右下角仲有一撻當年佢打返牛奶留下嘅印，睇咗好耐，眼圈慢慢紅咗。原來你仲留住。我話有啲嘢係真心俾過我嘅，我會留，但唔代表我以後仲要用同一種方式對你。你大個啦，唔再日日煮飯俾你食，你有心就間中煮餐俾我食。佢笑住點頭。2個星期後，佢真係拎咗一煲湯嚟，湯有啲淡粟米，切到一嚿大一嚿細。我飲咗2碗，開幾次唔係因為特別好飲，喺我終於知道關係唔應該永遠只得一個人遞出碗，另一個人亦要學識接住之後或再遞返嚟。而家我搬出舊屋已經2年，每日朝早會拉開窗簾，先飲一杯暖水，再食藥。天氣好就落樓行2圈，中午自己煮飯，下晝聽粵曲或者同芳姐去飲茶。有時阿敏過嚟，有時美玲同樂樂都會嚟。佢哋嚟之前會先打電話，唔會再將我嘅時間自動當成屬於佢哋。人問我接你後唔後悔再婚？我唔後悔。志明俾過我15年陪伴佢，喺我膝頭痛時，我執過筷子；喺我最怕自己係外人感受，話我係佢老婆。喺佢生命最後階段，盡力俾我留咗一條退路，一段婚姻。最後點收場，唔能夠抹走中間真正存在過嘅溫暖。咁話後悔一件事就係太遲，先明白善良一定要有邊界，老人家重，感情唔係錯，肯幫仔女亦唔係錯，錯嘅係將自己所有錢、時間、健康同退路打下你哋全部壓喺一句，佢哋第日會對我好。人心唔一定壞，但人會習慣你幫一次，人哋會感激你幫10次，人哋會依賴你幫10年，又從來唔講界線。有啲人就會覺得本來就應該係你做湊孫，係情分唔係債。幫仔女買樓做生意供書教學係父母心意，唔係賣身契。你肯付出證明你重親情，但你都要留返一份俾自己。冇錢睇病，留地方住，留幾個朋友，留一點自己中意做嘅事，更加要留低講不嘅權。房產寫邊個名要睇清楚，幫仔女出首期係贈與定借款要講清楚。一齊供樓最好留返記錄，養老邊個負責，點樣負責，唔好等病咗先估。遺囑、保險、醫療安排，趁頭腦清醒時做好。有啲老人怕講錢傷感情，但現實係好多感情就係因為錢一直講唔清，最後先傷到冇得返轉頭。白紙黑字未必係不信任，有時反而係保護每個人。亦想同做仔女嘅講一句，父母老咗，動作慢咗，手機唔識用，講嘢重複唔代表佢哋冇感受，佢哋幫你湊仔，唔係因為退休冇嘢做，係因為見你辛苦心痛你。佢哋幫你煮飯、交費、接放學，唔係因為住喺你屋企，就應該用勞動抵租。佢哋俾錢你，唔係因為啲錢對佢哋冇用，好多時嗰啲係佢哋牙縫裏面省返嚟嘅養老錢。父母幫你係愛你，唔係欠你孝順，亦唔係過節買盒補品。張相放上朋友圈，係平時有冇留一隻位俾佢食飯，有冇去醫院陪過佢一次，有冇認真問過一句，媽你最近瞓得好唔好？爸，你隻腳仲痛唔痛？你今日攰唔攰？有時老人要嘅真係唔係大屋，唔係名牌，唔係你每個月俾幾多錢，只係想喺一個家裏面被當成一個有感受、有選擇、有尊嚴嘅人。唔好等到佢哋將舊衫執進行李袋，將藥盒放入袋，着住一雙穿爛咗嘅拖鞋靜靜雞離開先記得，原來以前每日有熱飯食，門口有人等，孫仔病咗有人抱，成間屋乾乾淨淨。咁係幾次，並唔係因為屋企識得自己運轉，係有一個人用咗自己晚年一日一日撐住。我曾經以為離開嗰間住咗15年嘅屋就等於我輸咗，後來先知道我唔係被趕走幾十米嘅，我係終於行返出去，第一次為自己揀一間屋，第一次為自己留一筆錢，第一次為自己留一筆息，第一次病咗就休息，第一次煮自己中意食嘅餸，第一次唔需要因為拒絕別人而覺得內疚。晚年重新開始，唔一定要大富大貴，可以只係一間細屋，一盞暖燈，一張夠2個人食飯嘅台，一個分好藥嘅盒，一班飲茶傾偈嘅老友，同一箱放喺自己門口。
都冇權掟走嘅拖鞋，呢啲已經係底氣，亦係尊嚴。親情我冇放棄，但我唔會再用犧牲自己證明我有幾愛佢哋。我都唔會再問自己做得夠唔夠好，問幾次先值得別人留我喺屋企。因為一個人值唔值得被尊重，從來唔應該靠佢做過幾多呆瓜舞，湊過幾年孫，俾過幾多錢去換。我係一個阿媽，一個妻子，一個婆婆。咁睇所有新聞之前，我首先係梁秀珍，我都有自己嘅人生。如果你係我老伴剛走繼女，就將你啲衫同拖鞋掟出門口，叫你即刻滾。你會為你保住表面和氣繼續忍落去，我係會打嗰通電話，將屬於自己嘅尊嚴一樣一樣攞返嚟。老人幫仔女，繼子女湊孫多年，出錢又出力，到底應唔應該講清楚回報同保障？晚年係靠仔女一句承諾穩陣，問題只係自己手上有錢有屋有安排先最踏實。咁你踏實，歡迎你喺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，可能你留低嘅一句說話，正正可以提醒另一個仲喺屋企死忍嘅老人家，覺得呢個故事有意思。講幾次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仔女同長輩聽，唔係想挑起邊個家庭嘅矛盾，而係希望大家趁感情仲喺度時，將前房照顧同養老講清楚，唔好等一碗湯放涼咗，一雙拖鞋被掟出門口，大個人嘅心徹底冷晒之後，先至記得問佢一句：你攰唔攰？有啲家門鎖換咗，仲可以換返，但一個人心入面嗰道門一旦關咗，就未必仲開得返。